等黑夜问白天，能不能赦免，会自己人我不在。阿姨，你等一下，您说拿回去干嘛呀？够拿耗子多管闲事。我看见了。你看见什么了？你看见了？哎呀，别管，你别骗我。你妹啊，把我妈给打了，在医院呢，等着钱做手术。她自己摔的。要不是你，我妈怎么那样？你知道我妈遭多少罪？赔钱，赔钱，赔钱，钱呢？那我给你磕一个行了吧？我就钱，救救我妈行了。我明天再给你，我明天一定给你。没要到，没要到你回来干嘛？我明天再来。这个人就是个惯犯，刚在超市里边偷吃不饱的，可缺德了。东西我都给他录下来。让人拍了一个，还有监控，看着吧，不可能。我告诉你吧，这种事我都干了好几回了。那个地方他就是个监控死角，他根本拍不到我。傻儿子哎，你让人家给骗了。骗我！把你接着跳啊！你看我明天怎么受了。不用等明天。哎呀，哎呦，行了，别演了，我们都拍下来了。小蒋，报警啊！